母音係 A E I O U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 s s a is e o as a e o。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e o 呢啲語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係分音節 ，Y 喺任何字音後邊係變成母音 I， 字音大母音音節，字音大母音，字音大母音。第二步分音律，最後三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，high mid low， 中、高、低，前邊嘅都係中音。第三日拼上，第四日拼下，拼每一個音節都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。Y 喺一個字後邊，你要睇嘅係咪 F Y 個 Y 變成母音 I 係讀長音 ，F 發係發 I 快，佢個尾音係快，呢個係字尾，亦都係動詞嘅指標，係動詞嘅字尾。其他嘅都係讀短音，短音啊 E T 塔 T， 頭音係塔 E 睇 T， 低音就係 T E T 塔 T， 尾音係 T R頭音係 R 中音係 T A R 係 R B 爸卜，頭音係爸T。呢個 A R 又係 R B 爸卜，係爸中音係T。而家拼下邊呢兩個都係低音冇得改，呢兩個都係中音冇得改。T。第五步第一個比較，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 ？Barbarity 應該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二個比較兩個高音，邊個高音出嚟係比較高嘅地方，嗰個就贏啦。鼻嘅高中低，喉嘅高中低，口腔中間係腭，係正中間。Re 喺呢度出嚟嘅，巴喺上面出嚟嘅，所以兩個嘅比較都係 barbarity。The war's barbarity left deep scars on survivors' lives. The war's barbarity left deep scars on survivors' lives.